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5下暗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才。中国上海又搁通报第2站对台湾入境中国的病例，疫情指挥中心表示是一位70多岁住伫南部的负心人。外交部宣布讲，会伫法国南部的普旺斯设办事处，增加甲法国的交流。 美国又搁发生种族问题，有一位非洲血统的查甫人去互警察开枪，民众也示威抗议。中国上海到今已经发生2站，讲是对台湾过去的旅客验出武汉肺炎。今仔日疫情指挥中心表示，经过确认，第2例是一位70多岁住伫南部的富人人，相关的33位接触者，其中有检查14位，也拢是阴性的。 中国上海进前传出第2例台湾境外移入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台湾疫情指挥中心表示，经过确认，这病是台湾籍70多岁女性，伊8月15坐飞轮机去上海，入境的时阵采检是阴性，了后去防疫旅馆检疫，伊开始出现脑痛等等的症状，佮一个采检是阳性抓确诊，已经送去病院隔离治疗当中。若是指挥中心嘛，紧急列出伊伫咧台湾的33个接触者，其中有14个亲友核酸检测是阴性。 这14位我们已经做了这个核酸检测都是阴性。那另外血清抗体的部分也检测了，但是还没有完成。 指挥中心表示，个案伫咧台湾的期间是独居，活动的范围主要伫咧南部，因为身体无好，大部分拢伫咧厝里休困。根据了解，个案出国进前捌甲亲友接饭翻送，嘛捌因为手术住病院。目前14个亲友是列做自主健康管理的对象，当地评估病院的接触者，敢是需要采检。若是第1例对台湾入境上海确诊的国校的查甫囡仔，已经解除隔离，敢是假阳性，中国无说明。 我们也有写进去过，他们陆方有回信，陆方没有回信有关这位的一个判读的问题。指挥中心强调，讲个案的感染源抑搁伫咧调查当中，到底是伫咧台湾还是上海感染的几率是一半一半。疫情调查嘛搁伫咧进行当中，希望透过接触者来检测，来评估敢是对台湾社区传播造成影响。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台大公卫学院甲中华县卫生局所合作的万人血清抗体体检，本地伫今仔日就要公布结果啊，不过说是临时划停。卫福部长陈时中伫今仔日表示讲，这份体检的结果对疫情有帮助，无应该伫这个时间说不爱公开资料。 25拜2这天，原本是中华万人血清抗体体检结果对外公布日子，所伫咧定一日发暂停。卫福部长陈时中认为讲，万人血清抗体研究计划进行过程当中，相关研究者一直对外发言，受到各界注意。不过即马研究做了对外说明说一直延，伊呼吁研究者袂当伫这时阵看白。前端已经引发社会很多的讨论跟争议，那反而现在来盖牌，让社会更多的争议跟讨论，那是没有必要的。但是中证实卫福部收到部分的报告，不过指挥中心袂当代替第三者来说明，呼吁研究者对外说明较清楚。针对参加计划研究的台大公卫学院教授陈秀熙回应讲，这该做血清调查拢有照伦理法则来进行，但是照学术研究准则，必须通过公费审查了才发表。但是指挥中心认为讲甲疫情有关系真要紧，会当介入协调来提早公布。 如果说今天这是属于重大疫情，我们也很希望，就是说能够由所谓的这个中央指挥中心来协调，大家来公布这个疫情，帮助我们这个彰化县卫生局。国际疫情伫咧滚价，香港证实一个33岁查甫人3月份确诊武汉肺炎，好去了8月初去互感染。卫福部长陈时中嘛认为，这就拿像伫讲武汉肺炎可能像流感同款。流感怎么样做一些防疫那相关的疫苗怎么样施打？ 都有一些既有的经验，不过我们只是说有这样的可能性，那当然各种可能性也在我们这样一个模拟的范围之内。外界烦恼讲，进入秋冬了后，武汉肺炎甲流感的做伙大流行，疾管署是表示，防疫重点也是落实边境的管制，搁有检疫措施。若是疾管署嘛准备600多万剂流感的公费疫苗，10月份开始对外来注射，抗病毒药物是有317.4万人的数量。记者综合报道。
接落来，咱来看到香港的三大防疫措施，本地伫今仔日就要解禁嘛。不过，因也烦恼讲社区内面可能有传播者。香港政府也宣布讲，搁再延后2天，才改做带条件的放零限制。另外，香港有一个查甫人说出现中核感染武汉肺炎的问题，有专家表示，身躯抗体保护力可能无通挡到半年。香港第3波的武汉肺炎疫情渐渐转好，临时宣布新增确诊高例是继52天以来头一摆降到个位数。也不过25宣布新增19例，即个一天确診數高回升到2位數。咁嗰8宗冇源頭嘅個案呢，其實有2宗都係家庭主婦啦，1宗係退休人士啦。港府嘅3大防疫措施禁止暗頓內用2人限制，加催暗令，原定25半暝解滿，也不過因為社區中有有隱形嘅傳播者，都驚一解禁個爆發疫情。港府宣布相關措施個延長2天到27半暝了後，會有限度放寬部分嘅措施，包括餐廳內用時間延長到暗時9點，重開電影院、美容院甲較少身體接觸嘅運動場所。也允准民眾喺室外運動時唔免掛喙暗。政府明白市民咧係開始都出現一啲抗疫疲勞啦，希望咧係進行戶外嘅活動。為了讓香港恢復經濟加正常生活，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再次呼籲市民積極參與9月開始的全民免費普篩，以找出無症狀感染者對外界周期，為什麼會當排隊檢測卻未當排隊投票？林鄭強調，兩方面有真濟無同嘅所在。As far as the universal community testing is concerned, we are not cramming it into a single day. We have allowed ourselves up to 2 weeks to invit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to come forward for the testing. 另外，香港大學教授袁國勇團隊最近針對一名3月底捌確診，這個月再度圍到的香港男子進行研究，發現伊2擺感染的病毒株屬於無共基因分子，是全球第一件有文獻記錄的中和感染個案。專家認為，圍到的人就算是有抗體保護期，可能無到半年。武漢肺炎恐驚會變成一般感冒，長期存在，就算是康復者日後也需要注疫苗。記者綜合報道。網絡的拍賣網站淘寶台灣去予經濟部投審會，令名主有中國資金介入。行政院長蘇貞昌也表態支持，閣再強調講政府會嚴格審查，也會防止中國資金上空上拍要嚟到台灣。經濟部伫8月20日預告，會將中國資金的認定改做是分層認定，要限制有中國政治甲軍事背景的企業來台灣投資。伫咧台灣有超過300萬會員的看戲網站愛奇藝，去經濟部用條款來落價，做落來淘寶台灣嘛，因為去經濟部投審會，伊是一個控制力判斷是中資，限期6個月以來撤銷資金也是改正。行政院長蘇貞昌表示支持經濟部，佮強調講政府會嚴格把關，袂予中資來偷食步。我們都希望有政府會做事，會嚴把關，不會讓有中資卻以取巧的方式三轉市場，好像政府都沒得管，管不到。為了因應中資都別為做，來台灣投資可能會出現管控的空棚。經濟部已經伫咧8月20日預告修正中資來台投資辦法，對3大方面來做，嚴格認定30%的解稅。舉例來講，中國某一間公司投資 A 公司40%的股份 ，A 公司佮投資 B 公司40%，若是申請來台灣投資，以原本的綜合持股計算 ，B 公司的中資持股敢若16%適用外資規定，啊毋過若是修正做分層認定 ，A 公司有40%的中資，就認定做中資公司，而且 A 公司佮有 B 公司40%的股權，這個時陣 B 公司冇符合中資的身份，要來台灣投資就適用中資的規定。伫咧有控制能力的認定標準，嘛都董事會擴大到會當決定公司營運的組織，而且擴大投資行為的態樣，佮規定中國黨政軍所投資的企業應該限制來台灣投資，都法這邊來調整預防。其實中資很容易透過第2層、第3層的轉投資，就洗掉它中資的一個名義。因為這在第1層之後，我們很多就變成是視而不見或視而無睹的情況。我覺得至少我們是往前跨進了一大步。但是這個是法律的部分，但是我們實質上怎麼去做有效的揭示跟監管，我覺得那是未來真正在執法的時候，經濟部真正要面對的挑戰。
徛伫咧保护国家安全的立场。有真侪国家拢来提悬外资审查的标准，像讲美国有强化外资审查法案，日本推动外汇法来修法，限制外资股份拄10%，降价到1%。德国是修正法案，甲外资持股降价到10%。经济部嘛修法严格审查中资，要预防科技的中资渗透来危害台湾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官方媒体第二时发布战神轰炸机的影片，因的目的就是要宣传中国的战机是外强拄外强，甚至搁再强调讲解放军介意和平，绝对袂主动惹是生非。针对着最近的台海局势，咱的国军也风声讲，要派 F-16的战机去驻防偏俄。战略武器中国官方媒体最近搁扩大对外宣传，解放军部二时发布影片。宣传家己做的轰六 K 战神轰炸机、挂火控系统、供电转塔、甲夜间轰炸，拢可以灭倒，还会当挂各种的炸弹。另外，新疆军区武术组织公开4个月身份驾驶员培训成果，继续扩展军力。虽然战神在手，但我们爱好和平，绝不主动惹事儿。千万别惹我！解放军嘴讲绝对袂主动起事，不过中国军机2-3天啊就来射台湾，经过台海中线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国军严格监控，有紧急的情形，像发现敌机后壁还有军机的队伍，空军作战指挥部无排除向国防部申请第1级的作战准备。比如说已经遭受到攻击，那么我们在这个判断上已经确定他对我有明确的一个攻击行为或者是威胁的时候，我们就会来评估行使自卫权，并且在获得授权之后来执行。台海局势无稳定，经海军后勤中将监测强分析，若是两岸开战，澎湖甲东沙岛会是中国头一个攻占的目标。尤其是澎湖，因为离中国干那150公里，若是继续夺走，解放军伫澎湖设导弹射程的范围，包括台湾全岛。国军传出要改派 F-16战机驻防伫澎湖，争取加6分钟空防的时间。关于兵力的运用以及这个配置因为涉涉到我们的一个作战的规划，那不便在这边做详细的说明。长程的反舰飞弹跟相关的火力掩护之下，所以如果说中共要对于澎湖跟东沙采取军事行动的话，可能要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而且可能不会成功。因应南海地震的威胁，国军证实头一届派做 M 无人机进驻东沙甲太平岛，即时掌握附近的海空域。也拿美军上新的战场侦察机阿提米斯，一礼拜3届出现伫台海4个位啊。中国智库公开讲，阿提米斯25飞去东沙岛东北东平。学者指出，美军这个行动是针对中国伫咧活动海峡军演，这篇监控甲收集情报。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外交又有新的突破咯！外交部宣布讲，会伫法国南部的普旺市设办事处。台湾伫欧洲国家内面有2个办事处的，法国是第4个国家。外交部伫咧开放驻关岛设馆，新设非洲索马利兰代表处了，佮宣布要伫咧法国南部的观光大市埃克斯普罗旺斯市来设驻普罗旺斯的台北办事处。若是安尼，法国嘛加做台湾伫咧欧洲、伫咧英国、德国、瑞士了后，第4个有超过1个办事处的国家。驻普罗旺斯台北办事处作为驻法代表处在南法区域的一个办公室，未来2个处将密切的协调合作，为我国人以及旅法的侨胞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并加强化台法双方的经贸、科技产业等交流。埃克斯是普罗旺斯地区人口第4个城市，毋但地理真方便，阁有真侪历史建筑，有千泉之城的称号。薰衣草田嘛写真侪观光客来。毋过外交部原本想要规划代表处地点是里昂甲马赛，但是最后甲法国讨论了，决定伫咧普罗旺斯。学者分析讲，这是为着要减少政治问题。那中国是睁大眼睛在看法国跟台湾的外交关系的发展。那我认为说，选择艾克斯避开马赛跟里昂，会降低它的政治敏感性。那对双边、对台湾跟法国的未来关系发展是比较有正面。张浩强分析，
法国一向拢认为讲甲中国真好，佮加上即卖是疫情伫咧滚假的期间，增加习惯处的消息其实真秘密，因为大家讲去互阻挡。即届成功伫咧普罗旺斯新设代表处，嘛是外交的突破。外交部是表示，2016年到2019年，台湾去法国旅游的成长幅度是要到62%，法国来台湾的人数嘛成长要30%，相信将来会当继续深化台湾法国的友谊甲合作。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切个访问团会伫8月30来拜访台湾，9月7日也会去访问立法院。立法院就今仔日进行流程的演练。立法院长尤锡坤表示，会顾到国际礼仪，也会做上界严格防疫措施。这次参议院议长维特奇甲布拉格市长贺吉普30日带90人的代表团来访问台湾，9月7日买访问立法院，开始国会外交。因为访问团的人数真多，立法院提悬防疫规格，25进行流程演练。东港都翕相，还佫无共门出入，甚至是使用便所，拢会采用台湾这客分流。最后的名单可能是在90位左右，那会到立法院来访问的。这个贵宾总共大概是35人，合照的时候也是台阶分开，然后我们会有一定的距离。我们包括议场里面的厕所设施，我们都会分流。当然要兼顾国际礼仪，但是我会用最严格的标准来进行这一次的这个所有行程。参访一天，立法院买送予维特奇议长纪念品，包括国会外交演员以及奖章，会创第一届伫咧国内颁予非邦交国议长的纪录，买照台湾立法院议事厅所做的镀合金电镀铜的议事厅一支，象征两国民主法治的精神。立法院长尤锡坤嘛指出，维特奇议长伫咧这刻的地位真重要，敢若差总统一点仔，针对伊唔惊多方的压力来台湾访问，表达尊敬甲欢迎。不为强权打压，也无惧内部一些行政力量对他的挫折，那所以我是觉得他真的是非常勇敢。外交部表示，维特奇集团所坐专机会伫咧30早起11点到松山机场，毋过原本规划讲要走回来，已经过身的捷克参议长关家乐的太太，因为健康的原因需要休困，所以即届无法度来。9月7日，维特奇会伫立法院发表45分钟的演说。总统府嘛表示，蔡英文总统预计伫咧9月7日早起，伫咧总统府接见捷克的访问团。蔡总统嘛推荐关家乐得奖大秀庆婚勋章。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新北市有6名中学、小学的校长涉嫌受厂商误洗甲营养午餐的标案，互特定厂商。这个案件经过9年的审判，今仔日高等法院经一审的宣判也已经出来了。有10位校长去互判刑，上重判到4年4个月，也有5位校长互判无罪。新北市积水国小2011年传出营养午餐洗糖的事件，检调介入了后，发现新北市有几间国中甲国小的校长，也有评选委员涉嫌收空米奖，互特定的业者摕到营养午餐的标案。案件经过9年的审理，高等法院经一审25判决出来，前校长叶振义等10个人互认定有罪，互判刑。在职务上，基于对价关系，收受了李木楼等业者的贿赂。那因此，分别成立了不违背职务收受贿赂以及行贿罪。韩基庭伫咧判决书内底批评，几个涉案的校长，正做学生甲老师的模范煞食钱，无要以营养午餐的品质危害老师甲学生的健康。这件营养午餐的备案，为103年开始，涉案的32个校长，一审互判3个月至10年半不等的刑期，4个校长互判无罪。到105年，几个校长认罪，罪刑有较减轻。2审互轻判或者是缓刑，专案上诉到最高法院了后，部分定刑，有15个人去互发回激审。即马经一审判决认定前校长叶振义等10个人有罪，判1年10个月到4年4个月不等的刑期。也前校长吴英如等5个人是互判无罪。大家都很辛苦啊，就是，像我105年就判决无罪了，没有新的什么事实，但是那个检察官他们还是一直不断的这样子上诉。这一年的官司，吴英如讲伊是去用冤枉的。也若伫咧几个前校长互判无罪了后，新北市教育局表示，针对无罪的人，会斟酌无罪判决的主文甲理由，会依法予以恢复职务。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台中港要增建，所引起渔民的反弹。针对到台中港外港区的扩建计划，第二阶段的宽屏甲公听会第25举行。不过渔民来抗议，环保团体也来表达反对。台中区渔会也讲，扩建计划会限制渔场的面积，也影响到渔民的生活。 公听会现场，来自渔港的渔民情绪激动，反对为着台电 LNG 专家停靠中乐会，要扩建风波地甲中乐会码头。在公听会现场，港务公司人员也想要解释规个外港区扩建计划。在台中港区作业渔民反对之下，宣告流会。渔民反对理由是禁渔区的范围会变大，而且航行的时间甲作业的渔场也会往外海撒，影响渔业收入。 防波堤要扩充到3海里左右嘛，那我们肯定要到4、5海里以外，甚至更远的地方去作业了。台中区议会总干事赵朝松解释，台中港自建港以来，攻击渔民原有的掠鱼作业海域，渔民快乐并被压缩，这一摆袂当阁提扬，估计扩建计划会影响900多只渔船的生活。啊，你这个朗堤又造起来，我就又要绕道，啊，里面又更严格。 一直毛博区又一直扩充，那人家渔民就讲啊，那你干脆一直扩充到大陆去好了。台中港务分公司指出，营养台电电气机组将伫2025甲2026年上线，方便载运天然气的 LNG 船困化中乐会进行扩建工程。那我们要兼顾这个经济以及环保。据我所知，市政府这边打算在明年110年的部分，针对回馈的比例专案来检讨。 25A 到公听会现场，环保团体也到场赶快反对这个扩建计划，因为会影响到北海地的生存空间。如果我们白海豚现在剩下64只，那大概50以上都会经过这边。 台电甲台中港务分公司共同开发的外港区扩建计划，影响范围主要是沿台中港20多公里的海岸线，渔民将被外撒到3里外的规划作业出发，还有 LNG 船入港时需要进行动态回避，渔民烦恼生活将大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 受到疫情影响，民众袂当出国，搁再加上山林开放政策，真侪民众也走去爬山。不过，伫咧这山区的救援案件也开始变多啊。有专家表示讲，开放山林的政策本底是好意，若准民众无爬山的专业训练，也等于是行向险路。 受伤的登山客红送去咧直升机，行路还阁拜拜。这是发生伫咧24台中和平区南湖大山的救援事件。迄当阵9个人做伙去爬山，其中一个团员出现高山症，空气直升机赶紧甲患者载去花莲予医生看。另外一件是伫和平区杏岭山附近，有民众爬山了后身体无爽快，甲消防局报案。像北一段、北二段都是有一些断崖地形的部分哦，这部分可能在通过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些安全哦。 台中市消防局表示，根据上新的统计，山区救援的案件明显增加。以台中市和平区来看，8月14到24，伫咧和平区北一段、南湖大山南方的登山步道，还有南湖大山等等的所在，拢总有9件救援的任务，救出9个登山客，大部分拢是骨断去、高山症或者是外伤。因为山上的气候多变化，那你不能够用一般我们的旅游的行程来想你要去爬山的那个地方的气候。 除了台中市和平区南投的玉山，7月份都有10件山区的事故，嘛是这侪年来上济。登山团体指出，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袂当出国，加上热天的高温，民众较去爬山是主要的原因。若政府宣布开放山林，虽然增加民众接近大自然的机会，不过民众普遍对登山的相关知识也是无够。很多原本没有在登山的人，那他也上山了。那登山教育这一块，它本身就缺乏。 对啊，很多那种网红都把它拍成就是上山就是耍废啊，然后就是很欢乐啊，他没有把登山的风险、辛苦的那一面给呈现出来。范成峰表示，开放山林的政策虽然动机袂歹，不过民众对爬山欠缺山林相关教育，嘛无够了解爬山需要的专业训练甲认知。除了建立训练机制，登山客本身嘛要有相当的体力甲求生的技能，才会当避免风险。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台六国的坠落古道山壁顶有一个100年的观音像，好真是受人迫害。观音妈的面有伤痕累累。台六国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会用立园名单来进行追查。若准是游客故意要共迫害的，也会甲游客罚钱。
新疆的民用亲切，却也互人袂无去注意到大面积杂乱的白色考痕，就像大花面、太鲁阁、坠落高度山壁的百年观音神像，疑似被车队经过的向导发现，出现技术认为破坏痕迹。整个连龙上半部几乎都被刮花了，我觉得应该要好好的珍惜。神像由来爱追溯到日本的大正时期，1914年，日本人甲原住民发生太鲁阁战役了后，日本人为着统治甲交通需求，当用原住民以手瓦对挂方式，伫断崖徛壁惊向开挖坠落高度，却牺牲真侪族人性命。1917年，为了祈求平安，日本人也顺势开挖出观音神像，到达已经103年的历史，也是坠落高度开放了后，游客一定爱来所在。它的路的宽度大约是90到1公尺左右，就是离这个神像应该是有一点祈求走这个古道的人都能够平安。这边的美景真的超级霹雳美的，怎么会去想到要破坏这个观音像？真的是连想都想不到的，而且这是多少我们原住民的生命换来的。国内旅行社有领队知影神像破坏，感觉气愤，因为坠落高度采取临时定罪。台管处表示，会追查最近的临时名单，若讲确定是条故意破坏，将依国家公园法罚3000。应该给予重罚，让他重新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不过有游客认为罚款袂忝袂涨，临时也是爱发挥自律精神，守护这处太鲁阁国家公园境内唯一的史迹保存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咱来关心国际疫情。日本东京25新增加182个确诊病例，而且最近的感染者大部分拢是少年人较侪。另外，伫咧南韩甲西班牙却也出现感染源真歹调查现象，当地政府也遂提出线顶课程甲禁止集会的措施。日本东京都25新增确诊182例，连2天加过200例。官员表示，最近新增确诊病例中，约60%的年纪是伫20至30岁。后生劳动省大臣加藤胜信表示，过去2礼拜，逐礼拜确诊数拢有较降，死亡率也为5月的6%，到7月降到10.7%。专家建议游玩爱保持警觉，9月底前唔通举行超过5000人的大型活动。南韩到25反正新增确诊280例，虽然比21到23连续3天超过300例好一点啊，也毋过感染的方式不明，病例增加，无度排除佮爆发大规模传染的可能性。伫要开学校教育部宣布，首尔仁川京畿道中小学甲幼儿园自8月26到9月11该线顶授课。总统文在寅要求强化社交距离规范甲隔离系统等防疫措施。 지금 단계에서 막아내지 못한다면 사회적 거리두기 3단계로 격상될 수밖에 없습니다. 일상이 정지되고 일자리가 무너지며 실로 막대한 경제 타격을 감내해야 합니다. 西班牙加泰隆尼亚自治区主席托拉里斯宣布，禁止10人以上的群聚，并且对这个区50万名学生体检，目的是为着伫9月中旬航园中心开放前，阻止疫情扩散。西班牙卫生部迄天通报，过去3天来新增确诊数19000例，累计超过40万例，并且事件不明感染源正在全国扩散中。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美国的种族问题是一直无停休，而且阁有非洲血统的民众去互警察开枪。这位非洲裔民众本底是要斗排解问题，不过伊离开的时阵，却去互警察开骨头枪。伫咧车顶的囡仔也亲目睭看到伊的老爸着枪，这桩案件也引起民众抗争。 烧车的火伫半暝啊，照光夜空，大批愤怒的民众离世暗，无顾到宵禁命令。 继续伫威斯康辛州基诺沙市的地方法院外口烧车下坟，抗议当地的非洲裔民众布莱克，互警员为卡车片连开几啊枪。29岁布莱克送医抢救已经脱离危险，不过犹原伫家护病房。也按照历史暗强调，家属希望会当得到公平正义。We want justice and we want proper justice. 美国当地时间23尾仔大约5点，布莱克原本替2名女性排解纠纷，不过争执声伤过大，附近的民众报警，当警员赶到现场，穿白色甲的布莱克无察警员的阻止，准备转到家己的车顶，想要到缀伫后壁的2名白人警察，竟然向伊的卡车片连开几啊枪，过天，互附近的民众翕落来，引起真大的风波。
这摆事件再度唤起5月底弗洛伊德事件的记忆甲怒火。金罗沙市连续2天发生暴动，店家防抢劫，市区和乌白花，民众继续发动示威，州政府也调派900名的国民兵进驻。金罗沙市市长李氏较早亲自前往抗议现场，想要安打民众的情绪。不过民众对类似的事件一直发生，无法度按捺心中的悲愤。We want the officers who shot Jacob Blake in the back. We want them fired, we want them arrested, and we want them prosecuted. That's what we do. Hands up, don't shoot. But does it matter? No, because it doesn't get there. We still get shot. Just like this young man over here, he got shot. And where is he? In the hospital because the police want to use excessive force. 布莱克的事件也伫纽约市得到大批民众的声援，加上已经委请弗洛伊德的律师克兰普伫法律上提供协助。克兰普强调，布莱克被枪击迄当时，伊3岁、3岁、5岁、甲8岁囡仔拢伫车顶看到全部过程，将对因的一生造成影响。涉案的2名警员已经被停职，美国司法部也接管此案。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表示，将为布莱克祈祷。美国总统川普也已经听出事件的干部。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共和党大会伫当地时间24暗时举行，也因为疫情关系，因是利用视讯的方式进行。伫咧头一天，因就提出种族多元的政策甲口号，而且也请无共非洲血统的候选人轮流发表谈话。美国共和党大会头一天，嘛正式提名川普甲潘斯争取连任正副总统。针对民主党甲左派阵营，几啊届以种族主义批评共和党甲川普。共和党大会头一天，就由党籍的现任国会议员，也有争取出线的新人，强调川普任内以实际行动替黑人族群来争取福利，无像对手是空嘴布置。To clean up Joe Biden's mess, President Trump signed into law historically high funding for HBCUs, as well as a bill to give them permanent funding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进前民主党伫大会当中找有共和党背景的人来致辞。伫咧共和党大会进前，也佫有几啊10个脱党的前政治人物来表态支持拜登。也若共和党的阵营嘛输人唔输阵，找现任的民主党面代，佫甲呛倒转去。The Democratic Party has become infected with a pandemic of intolerance, bigotry, socialism, anti-law enforcement bias, and a dangerous tolerance for people who attack others, destroy their property, and terrorize our own communities. 纽约邮报的专栏作家麦克古德温分析指出，川普4年前敢若摕到黑人选票的8%，这届虽然全力争取非洲裔的支持，应该也是真好改变民主党伫黑人选票的优势。不过，川普只要加摕几啊个100%的黑人选票，伫咧关键选区的情势，都有可能出现变化。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甲美国的经济对决也影响到中国企业。中国的抖音不满美国甲因限制，而是对川政府提起诉讼。另外，美中的官员25早起也透过视讯会议，检讨今年正月所签署的第1阶段贸易协议所执行的状况。双方也认为共同有进步，也同意继续的推动。中国国务卿副总理刘鹤伫咧当地时间25早起，甲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海泽，还有财政部长梅努钦进行固定的电话会议。美方表示，双方讨论中国为着要实现第1阶段的贸易协定，采取倒一寡方法来推进结构性的改革，包括加强保障智慧财产权、消除美国企业伫咧金融服务、甲农业领域的障碍，还有消除强制性技术转让等等。声明当中嘛表示，双方拢看到进展。中方嘛表示，双方同意创造条件甲气氛，继续推动中美来落实第1阶段的经贸协议。美中今年1月份签的第1阶段贸易协议，互拖真久的贸易战暂时休困。中国保证讲2年以来增加进口2000亿美金的美国产品。双方是协议讲每半年来进行一届审查。这届原本定伫咧16要进行的会议，因为有代志转来延到25这天。
原本和关系变甲真紧张的美中贸易协商，最近煞变做双边关系当中较稳定的一个部分。美国川普总统为着选战要拼连任，对中国是愈来愈严格，指控中国防疫不力，抓来互全世界疫情拖垮。甲休斯顿的中国领事馆关起来，对杀华为，佮以国安做理由，伫咧8月初6以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人民甲影音底片平台抖音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有任何的业务往来，则是进一步要求限期以来卖掉，还是分割抖音伫咧美国的业务。总部设伫咧美国洛杉矶的抖音海外版 TikTok， 二是向美国加州联邦地区法院正式控告川普初6的行政命令，南3用国际经济权利法。若无证据会当支持国安威胁的讲法，嘛无互抖音公平的辩护机会，已经违反宪法，嘛剥削用户的权益。毋过即届法律挑战无法度改变 TikTok 分割转卖的命运。TikTok 伫咧美国的员工，就特别无工课，嘛准备要控告美国政府。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开放外国学生会当申请来台湾读册，有真侪学生是真期待。不过，也有外国学生发现讲，防疫旅馆的介绍好亲像有变悬，也烦恼讲费用无法度负担，目前犹原还阁伫咧考虑。期待返来台湾总算有希望。印尼侨生新生菲欧娜接到学校通知，刷考出来。我们也超级很感动，因为终于可以返台就学，追求我们的梦想。我们也希望全数能够顺利返台，以及安全抵达台湾。希望挂到9月中开学。菲欧娜讲，防疫旅馆一暗爱2000至2500，有一寡负担，一定会配合大入去。也毋过也是最后才开放的6星巨星张东学讲，收到校方通知，防疫旅馆一暗爱2500至3500，上侪4万9，敢是这个时阵提出申请，陷入两难。然后回去成本那么高。然后我想着在这儿写论文吧，但是也会担心，那谁知道冬天这个疫情会怎么样？也不知道两岸关系到时候是什么情况。反正犹豫中偏休学。因为教育部已经发函，后来宿舍9月初了后未当提供检疫，经外省反来调将地区防疫旅馆需求增加。也毋过以台数台为例，原本7、8月一暗2000，9月了后，逐暗调成2314天落来要加付4000支。学校向业者询问回应，原来是中央的防疫旅馆补贴特别用完，像台北甲桃园9月了后无补贴，小可去以反映成本。9000间的这样的一个防疫的旅馆可以来做这方面的提供因应。那教育部也将各县市的这个防疫旅馆的联系窗口提供给各大学。有防疫旅馆起价潘文中表示，指挥中心提供的检疫空间有够，将会向交通部等单位争取。指挥中心目前提拨的500层，也有一寡空间会当予大学申请，会继续甲指挥中心协调提拨。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陈其迈上任的第2天，头摆主持市政会议，也针对着前市长韩国瑜所提出的政策，要全盘性的改革。伊也希望讲少年人会当加参与国际事务。甲写字的手比起来，高雄市长陈其迈上任了后的第2天，头一届主持市政会议，讨论桥头科学园区等等的议题。清查看起来，甲前市长韩国瑜淡薄仔相像，不过两个人对市政的想法煞无啥共款。这个我已经交办这个教育局谢局长原则上我们希望说年轻人能够有更多参与国际事务的机会也能够有更多的国际的视野那我们希望这个范围能够更普遍。针对韩国瑜任内提出满天星的计划，陈其迈表示，希望影响的范围会当更加普遍，所以会做调整。毋但安尼，其他韩国瑜任内提出的政策，伊嘛有规划，亲像是举办大港开唱。甲联合台南甲屏东重新启动南方区域的地理平台，拢是推翻进前的政策。敢若有路边专案会继续执行，也若真侪人咧讨论的爱情摩天轮，陈其迈表示，也阁爱评估。高雄市的预算真的不是很充裕，那你每一年还要再拨出这6000万的经费，但是只是受惠是只有少部分100个人受惠，那这样子对其他的人来讲是不太公平的。鼓励高雄大专院校的学生，甲高雄市公教经销人员出国进修的满天星计划，可能会有变化。教师团体是表示赞成，希望新市长会当阁做检讨，建议甲经费放伫双语教育，和资源分配阁较平均。我们希望陈其迈市长对于轻轨2街的新建，要兼顾居民的心声、用路人的安全，还有整个城市的发展。
因若国民党高雄市议员黄孝定是强调讲，伫即片轻铁第2阶段的时阵，要甲当地的市民好好沟通，尊重民意。无论进前的政策是要继续执行，也是有变化。但期满一个上任，就随做全盘的决心，想办法用2年的时间回应高雄市民的期待。记者综合报道。伫咧20时公布的指控，台北、台中、米其林指南，这回要推荐亲像在地的小吃，就亲像台中的大面鸡加肉丸。有学者认为讲，这款的方式唔但互消费者有真侪选择，也会当走向国际。面伫咧鼎内底咧滚，卡起来了后，也一点仔红葱头，是香香香。即晚台中特有的大面羹，是台中人生活的基地。袂少人从细汉食到大汉，即马受到米其林的推荐，真侪人拢特别过来食一个。有时候东西就吃一个记忆，一个回忆吧啊。就是台中特有的名产，因为台中还有就是大家都喜欢吃大面羹，很奇妙。店面才打营业，倒来袂少人客。除了大面羹，配煮甲所有的豆腐甲糋肉，这几套是上受欢迎的。第2代头家娘讲。大面羹因为有掺会当食的羹，所以煮起来自然会高高。嘛因为安尼，将做台中代表的食食之一。它是比较代表台中，因为你外县市吃不到的话，只有台中市有嘛。大家可能来台中的话，就想说先试试这个味道，别的地方吃不到的味道啊。头家娘讲，这间店已经做要60年，收落来传予第3代。也若即届入选米其林的推荐，对因来讲是真大的肯定。另外，像台中第2市场的肉丸，嘛伫咧推荐的名单内底。学者表示，透过米其林的推荐，除了北部的都会区，嘛提供较侪消费的选择给民众。会把我们台湾很多很棒的在地文化、风土民情跟特色料理就可以推广出去。因为这个比较平民啊，平价每个人都可以吃得起啊。学者认为讲，米其林唔但较全面，嘛会当看出在地的特色，提供给民众无同款的选择。而且袂少民众认为讲，除了伫星级的餐厅以外，同款会当用实在的介绍。食到有水准的料理，嘛是真大的享受。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就是旧历的7月初7，也就是七娘妈生。伫新竹的德莲寺要举办做16个活动，透过软轿卡加烫卷冠仪式，代表囡仔已经成年啊。德莲寺也是北部唯一有伫咧做16个寺庙。软过七娘妈轿卡，再个由时大帮忙烫卷，这就是旧历7月初7七娘妈生日这一天所举办的成礼仪式。完成仪式了，嘛代表家己已经当大人啊。自己已经成年了，就是已经有一些事情要自己扛好，好多不是交给家人来做了。对我们的意义就是要学会为自己负责任，然后很多事情我们都要会自己去做选择，然后去承担那之后的后果。今年因为疫情影响，主办单位要求参加的人一定要挂着喙罨。另外，在软轿开的时阵，嘛有一个规定，袂使为后壁看，一定要向前看。这代表前途就在头前，爱勇敢向前行。新竹市14岁以下占了18%的孩子，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用这样子的一个宗教生活跟文化，告诉孩子们，这个成年礼是对自己的青春负责，而且接下来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这是满16岁的人认给他过来当大人。那等这个仪式结束之后，那除了还没未满16岁的从1岁到15岁的一样都可以来认给他祈求亲娘妈来保佑这样。有200万年历史的新竹德莲寺，当年所举办的成年礼活动，拢起名就千人来参加，场面是相当热闹。这摆是北台湾唯一有做16仪式的庙宇。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今仔日是旧历的7月初7，也是中国的情人节。真侪所在拢趁机会办情人节活动。伫屏东的海参馆就公开这款动物是安怎甲对方求爱步数，咱也做伙来看卖。崔林家就头行来行去，这只巴布亚骑鹅毋是咧耍，是咧甲伊介意的对象表达心意。当年8月份是骑鹅的繁殖期。屏东海参馆讲的骑鹅繁殖期的时阵，会出现各种吸引某的骑鹅注意的动作，包括大声唱歌、互相点头行礼，或者是用石鼓轻轻拍对方的粉丝等等。也若到要交配的时阵，讲的骑鹅会徛伫某的骑鹅的脚趾片顶悬。他们配对成功，就会一起来共筑爱的巢穴。每年企鹅可以产下1到2颗的蛋，
而这2颗蛋呢，就会由企鹅宝宝妈妈来进行孵化。在孵化的过程里面，饲员会准备好充足的粮食，来让企鹅们可以头好壮壮、健健康康的来繁衍下一代。同款外表真古水的红头海洋哥，繁殖期伫当年的春天，差不多4月份到6月份的期间，原本乌色的分丝会换做真水色的毛，用喙互相吸一来烧照问。也若雌雄同体、异体受精的海兔，外表看起来无啥物特别，不过因的群体交配，这种特殊的行为嘛受到大家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逐年拢会举办万立语语言能力认证考试，今年虽罔当着疫情影响，不过人数却无受到影响，有13800多人来考试，是有史以来上届济一回。不过万立语当时会当改做是台语的，就要听候文化部年底讨论。叫一声海贝，伊头毛喙超白，老酷国家。听老师讲一句，对伊念一句，学台语的声情也练读台文字，当着袂晓的技术含熟记过，就用红笔甲画起来，再搁用英语伫边做笔记。今年2、5岁，美国加州人严天玲受朋友的鼓励，头摆考教育部闽南语语言能力认证考试，就挑战上困难的4级。迄个是讲讲实在是对我技术来困难，提供听讲人，我真希望去挑战，去做迄款我即马可能袂晓做的，毋过经过迄个经验了后，我都有更加这知识。唔但美国人来考，包括 YouTube 网络名人蔡阿嘉和伊的太太李贝，也有伫咧台湾生活14年，也主持台语节目的法国人吉雷米，今年也过来自我测试。去年我过去几届我较有把握，应该会过啦。因为我爱台湾，我是希望台湾的本土语言会当活落去啊。逐年教育部拢会举办闽南语语言能力认证考试，今年虽罔当着疫情，不过考生人数超过13000人，是开办这10年来上届侪人来考的一道。这道拢总有13866个，这么济，这是有史以来上届侪一档。10几岁高中生来考4级的认证，迄4级是上关级的，A 级嘛有足少岁囡仔，读幼稚园的囡仔都来考啊。台语老师讲，对考生的人数和族群变多，通看会出整个社会对学台语的风气有提高。不过，对教育部这项闽南语语言能力认证考试的名称，什么时阵会当正名，老师也提出伊的看法。咱这个语言的名称哦，几若百年来哦，民间拢直接就改叫做台语台湾话。哦，像我囡仔时代就讲，讲台湾话，唱台语歌。咱国家语言发展法内面语言名称先定义。互咱这个话有一个正式的名称，这个这步做好了后，后壁的工课都拢继续对咧做，像讲教育部的词典，甲咱考试的名称拢会当对咧改。但这项考试什么时阵会当有家己的名，就要看续落来文化部开会结果如何，才通知影。记者阿敏金、小桂林台北报道。讲到12年国教的新课纲，去年才施行，把本土基本列作是国小必修、国中、高中选修。所以真侪囡仔伫国小学6档的台语，到国中台语也是袂练转，就规气无爱讲。囡仔人若准无爱讲台语，教育到中学就会出现断层。学生比手势自然念出台语的声调，这是台南海淀国中老师替这班7年的学生先复习声调，为8月闽南语认证考试准备。不过学生上有兴趣的是刷落来分组搬戏。搬的是课本的文章，学生透过搬戏运用生活中的台语。讲话字念话，来点来。多谢老师坏你。目前台南市的国中台语是单程课程，不过大多数的学校拢是用社团的方式，让学生选修。海淀国中是少数学校7年全部每礼拜1节课。我就是感觉你就是爱让囡仔有信心，让囡仔感觉讲，我就算讲了无偌好，不过接练我喙就会练转啊嘛，所以因就会接讲。迄当阵感觉台语做无聊，也无啥物意思。
啊，各种老师较趣味。我讲话较认真，阮母也伫甲我笑讲，你变甲遐认真，我要安怎笑你？学生拢讲家己的台语有进步，学校甲老师为了鼓励学生，每当拢会带队报名闽南语的认证，团体报名人数拢是全国第一。今年海淀国中报名369人，又搁创下新纪录。阮有足侪项比赛，包括戏剧的比赛，包括小小解说员的比赛，当然阮拢会互相斗帮战啦，互相斗帮战。所以伫阮学校内底，应该讲起来是整个的这个气氛，都有重视。王秀琴老师认为，伫台南是对教育局开始重视母语，嘛会办足侪比赛。毋过嘛爱校长有同款的理念，才会使互台语变成学校的特色。只是海淀是特殊的案例，伫高雄嘛只有少数的国中甲台语纳入单成课程。饮汤还是食迄个肉羹的时阵，伊拢会放伫咧内底，但是有一寡人无啥敢爱食，这是一种菜，盐水。这是光华国中台语社学生伫算你讲我摇，摇着学生搁爱用台语造句。其实这是社团这学期的考试。阿公阿妈拢会讲台语，然后因拢讲阮大汉就无会讲啊，会袂记。光华国中台语社每礼拜2节课。因为名额有限，只有第一志愿的人才会使加入。像阮有辅导老师啦，或者是讲艺术的老师，因平常时咧上课拢用台语啊。安尼对因来讲，无一定就是这课。除了台语社，光华国中晓寒晓热，下课了后拢有台语的演习课，渐渐来提升学生的台语能力。在现有的环境下，像这的国中专科老师的热情推杀台语。也毋过母语的学习，毋是一节课、2节课的问题，上重要的是爱有学习的动机甲环境，台语教育才会使真正有效果。记者陈家军、刘维佐南部报道。有台湾第一才子之称的卢旭玉，是日本时代就真出名的台湾作家。卢旭玉的后生伫8月25，也就是卢旭玉的生日，甲伊过身了后，为伊保存落来手稿日记，捐予台湾文学馆。台湾作家李旭玉的日记，对家属的手头交予台湾文学馆的馆长，已经保管70档的手稿日记。家属愿意捐出来，文学馆真感谢。那以亲情甲这个物件来讲起来吼，这个物件应该较重的啦，所以我就决定讲，要甲这个物件捐予迄个文学馆。观测活动的现场，李旭玉的5位后生甲查某囝拢来参加。拄好8月25号这天是因爸爸的生日记，这本日记是伊唯一留落来也未出版的作品，因为其他已经全部带入途中。甲无是册啊，拢惊留迄个册会出代志，啊无代志。我甲阮大兄打，我都要会记。台山我甲破嘴。李旭玉是台湾日本时代重要的作家，伊留落来侪侪文学音乐的创作。毋过，伊为着理想加入地下组织，最后伫个陆区基地受难。迄当阵，伊才36岁。这本用日文写的日记，是伊对昭和17年，也就是1942年开始记录伫个东京的生活，嘛为个人的心情甲文学思想的变化。伫个日记内面写真侪物件伫咧内面，甲包括伊甲别人的交陪，甲其他文学家、音乐家，所以即个日记内面记真侪重要的代志，而且佫一个手稿，手稿是独一无二的，无第二件。其实家属进前嘛捌捐出李旭玉的结婚相片等等的文物，伫个文学馆收好保存，嘛已经提供日记的影印原稿，予台湾文学馆出版。即届家属进一步将日记捐予文学馆，予民众有机会会使亲目看到文学家的手笔。记者陈家军、赖维佐台南报道。伫台中外部的卫生所要规划手机课程，这课程是由大学生来教示大人安怎使用手机啊，或一寡老大人会当食甲老、学甲老。橡皮翕落，人奶变做土啊！原来是阿嬷咧学生手机的软体。台中市外部区的卫生所甲亚洲大学做伙合作，推出甲长辈使用手机的课程，老大人拢感觉真新鲜。很有趣，对，因为之前都不会。对啊。讲真趣味。因为阮老岁人都袂晓，
定看囡仔咧摕手机仔摕啊拢唔放，拢定甲骂，讲目睭爱顾，结果阮紧家算了，嘛，我真趣味。为着互长辈对时行，这个课程嘛邀请亚洲大学的学生做讲师。学生表示，真欢喜看到老大人挑战新的事物。教长辈他们使用手机一些拍照功能，然后修图，其实还蛮开心的啊，就是看到他们愿意继续来跟我们一起上这种3C 的课程，那接触他们以往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年轻人沟通的时候，他需要用到很多的一个科技部分，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学习，来带动他们跟家里的一个互动。这个课程唔但通学新的物件，也会当和少年辈距离又较近，生活嘛更较精彩。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27度到36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3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1度，东部地区对27度到3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7度到35度。新闻的最后也带观众朋友来去优秀皇宫，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上跟的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蕉。大家拢知影我的四界省嘛，真爱出国。咱今仔日要绍介就是去外国，早回转来国内卖走水。走水汉字写做走水，罗马字写做子澳走，子尾水。走甲水拢是第二条。台湾是海洋国家，四边拢是海。自古以来，国际贸易就一直真加野，加野就是生理真好的意思啦。走水甲走私拢是甲货为外国，再入来国内卖。不过两种方式无啥相同。走私是违法的，有时较大尾的。可能就会甲海产挂钩。若走水，就是过去有一寡人会靠因特殊的背景关系，去国外买物件转来卖，因为毋是透过正式的进口程序，通常量会较少，有时嘛会软法如芳，毋免扣税，计数加真俗。透过走水买回来的物件叫做水货，也是走货。靠走水赚钱的人叫做走水客，也是走水贩仔。来哦来哦，要买手机仔就来遮紧，遮的货绝对上头顶。姊啊，你唔通搁伫遐变，水敢唔知影要安怎敬心？这吼1000唔免。3条算你500条。过去国际上交通也无遐利便，想要用水货，拢得去港口附近的委托行。
当穿的时要未开门吼，外口就排规排啊，生意是真好呢。不过即马出国真方便，真侪人拢会家己走一逝，也是拜托拄好要出国的亲戚朋友，斗早物件转来，委托行就渐渐啊无人去交关啊。溜、走水、加野、走私、扣税、水货、走水客、委托行。那麻烦别人将物件转来，一两行啊细项的就好，才袂互亲戚朋友吼更加皮皮喘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喂，乌生，你敢是明仔载要出国啊？嘿，我要吼，麻烦你甲我买吼，香水、胃药啊、保养品、牛奶粉，还有吹风机，嘿，还有电视机、冰箱。